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初1公视台记台下暗新闻，我是陈雅纯。新闻头起先来关心轻度风台小犬继续来挖进台湾。气象署表示，这个风台有可能会对恒春半岛到巴士海峡这带扫过去，上紧伫咧拜二有机会发布海上警报。 我们预估在礼拜2最快有机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不过至于陆上台风警报，刚刚也提到了，在2号之前，它偏北的这个移动方向是决定它会对台湾影响的强弱。倘若比较偏南，有机会连陆上台风警报都不会发布；比较偏北的话，可能台湾附近的影响就会稍比较大一点。 气象署表示，小犬风台会安怎行，即马一个真歹预测，可能对咱台湾的南部威胁会较大。而且拜3、拜4这2天啊，有个会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北部、东半部，阁有恒春半岛可能落雨会落较大。再来看中秋连假来到上尾一天啊，各地透早就出现真侪上北的车。 国道5号宜兰到头城的路段，阁有塞车塞到时速寸17公里遐慢。高公局预估，国道5号可能会塞车塞到阴暗9点以后，车阵才较减少。另外，针对国道5号的部分，也有北返车潮涌现，在宜兰到坪林也有呈现车多拥塞的状况。国道5号的部分，从宜兰往台北地区的话，可以建议改走台9。高公局表示。 国道5号上北对苏澳到头城的路段有限制车顶上少的人数，有个6点解除管制了后，车就会变较济。建议民众一旦行替代道路，嘛得爱随时注意路况。政治的消息，最近传出国民党内有人讲要甲郭台铭恢复党籍，搁来做无分区立委，就是想要抗议，莫阁继续选总统。不过郭台铭本人是听到咧海头。 因为民众党的大问题是继续坚持爱看民调，赢的就做在野上强的参选人，民调输的就退选。伊个呛讲国民党根本就无影要甲伊合作，干那想要甲伊截掉。另外，民进党的赖清德今仔日是去台中连续走5场，拍拼来争取支持。 要拼独立参选2024正副总统，鸿海创办人郭台铭的副手赖培霞甲伊翁婿做伙出来签联署，嘛甲民众热情互动。最近有国民党人士建议伊恢复党籍，立做第一无分区立委，抗替郭台铭。不过郭台铭本人听到这个讲法，一直害头。我打算回国民党的意思吗？我觉得奇怪，你怎么会问这种问题？郭办是正式批回批评乱放风声。另外，第2届去美国访问的民众党参选人郭文铁，对若未合这个议题，坚持以民调决定上强的人选。 需要退选，不过传出国民党高层表示侯友宜无可能退选，佮讲要为立委选举开始，以民调来决定各选区哪边多一名提名，互郭文铁挡袂掉佮呛声。国民党的谁？我跟你讲，我每一区提一个，看他会掉多少，不要讲狠话嘛，对不对？什么时候要比民调的话，他们想合作就来比啊，就这样。 郭文铁讲，那赢随时会当比民调，不过唔比就是并吞，唔是合作。国民党参选人侯友宜却伊无公开行程，党主席朱立伦到访人家风声，不过无正面回应是不是要接郭文铁的建贴。这些放话的到底是谁？连我也很好奇啊！我掌握的，或者是侯市长掌握的，都没有这回事。要比民调吗？我们先让这个堆叠善意。 那是民进党参选人赖清德规天拢伫台中连走5场，经营路线经过基本盘，嘛替立委参选人邮票。嘛毋是讲哦，你接受九市强势、让渡主权会当得到和平，所以咱台湾一定爱真好清看后面，互台中市百姓过海，互国会更较有力量。 根据美丽岛电子报上新的民调显示，三卡都的政局，赖清德支持率达到3成9，侯友宜2成3第2，郭文铁落到1成9。你做是4卡都，赖清德是3成6，侯友宜2成1，郭文铁1成6，郭台铭敢若7%。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的临时拨款法案因为互众议院挡落来，本来联邦政府面临着要关门的问题。 若要众议院佮赶紧投票通过，参议院嘛快速表决通过，所以联邦政府暂时是会当佮继续运作。不过众议院的议长麦卡锡因为雄雄改变立场，推动法案过关，即马恐惊会互因共和党的加救落来。美国众议院内底响起真侪破声，因为拄则总算通过众议院议长麦卡锡提出的临时法案。On this vote, the yeas are 335. The nays are 91.
2/3 being in the affirmative, the rules are suspended. The bill is passed. 除了众议院未到表决临时支出法案失败，原本美国联邦政府有可能伫当地10月7日出现部分机构关门，也毋过当地三十伫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放弃党内共和派正正提出的要求，提出第一期临时支出法案，而且投票通过，嘛互联邦政府伫未来45天，就是到11月7日为止，会当暂时维持运作。We passed by overwhelming numbers the ability to keep government open for the next 6 weeks. I do not believe our troops need to be punished for us not getting the work done. So I ask Congress, we'll stay in session the next 2 weeks, continue to work to get this done. 这个临时法案真正交予参议院表决，用88票比9票通过，而且真正交予总统拜登批准。为了签这个法案，拜登搁伫周末特别留伫白宫等待法案通过。也毋过，这个法案只是予政府资金伫无需要减少之下维持伫暂时的水准，并无包括替乌克兰提供援助资金。这嘛代表美国对乌克兰的大规模援助会暂时停止。临时法案的通过，嘛有可能予麦卡锡失去议长的职位，因为共和党内的共和派正前捌表示。若是麦卡锡通过党内反对的临时支出案，因会提出动议，罢黜麦卡锡的议长职位。公司新闻台是唐平玉。镜头转来看国内，澎湖的嘉北粪扫掩埋场昨发生火烧山，已经烧超过17点钟啊！消防队继续利用大量的海水来拍火，较免影响到民生用水。不过，也是有不少民众去反映讲有歹味，目前监控起来空气品质是被危害到人类的。火一直伫炭烧，面积有7000平方公尺，或者位伫澎湖离岛的吉贝掩埋场一直冲出高烟。这场火对拜六下晡炭烧到礼拜早起也未完全控制，翕烧超过17点钟。废弃物底部有沼气存在，及挖掘机动线不佳，无法进入协助抢救。虽然火势一度有控制，但仍后续仍有复燃情形。澎湖县消防局讲，掩埋场内底粪扫翕烧，又搁拄到一层一直贴起有积沼气，要入去挖上下边的粪扫有困难，才有火拍是搁倒起来，袂少人闻到臭味。官府讲，空气品质是无过样，也增加人员去拍火，也因为烦恼当地民生用水用了，因海水来拍火。都是以我们垃圾掩埋的这个来做一个处理。那在这个部分，也希望说在离岛这个垃圾处理上面，希望能够有多一点的配套措施，才能够避免我们的我们的火灾的发生。吉贝是澎湖有名的观光景点，岛上民众超过2000人，粪扫拢是新建掩埋场。票烧转运到澎湖了，则集中运转到台湾焚化炉烧。七摆火灾也予民意代表呼吁官府重视防灾配套计划，以免影响当地民众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县的江南乡过去发展庄仔产业，最近当地将一座四角形的庄仔窑整理过，改造文化园区。今仔日，佮特别举办活动，希望予大人囡仔做伙来遮听人讲故、捌历史。哇，有一个好大的烟囱，我从来都没有看过。囡仔伫台顶烧改家己的作品，现场可以当看到囡仔用笔画出心目中的四角形大烟筒。他就在这里盖了一个制砖厂，他就说以后就在这里生活，画画，然后做故事屋，然后小朋友很开心，回家也很认真的做这个家庭作业，然后可以把故事很完整的呈现出来。哇，这有多高呢？大概有6层楼高哦，哈。新竹县江南乡这座宽度17米的四角形烟筒，高达有59档的历史。为着让更加侪人了解伊过去的历史、参故事，特别规划亲子活动，叫大家来现场听故事。因为这里呢有得天独厚的粘土层，最适合呢来做泥砖，所以呢这里呢就叫做打砖窝，做一些整理哈，所以才能够呈现现在的风貌哈。那我们呢把它建构成为一个文化园区。这座四角形的烟筒，当初时起的方法是对下骹开始甲砖仔甲一块一块贴起来。经过2年外的重新整理，真无简单总算好四角形烟筒会当重新搁再呈现伫大家面头前。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台
台南正统鹿耳门圣母庙，当年的元宵节拢有上万人会去抢春牛。今年庙方佮头一摆开设春牛工作坊，邀请道长公开来教民众做春牛，希望互大家拢会当了解到春牛佮有古早的文化。抓头饲乌鹌，照顺势看花脸，道长带大家遵照传统，先旋抓连抓钉，落尾才做骨架绑春牛。这是做春牛的基本功。野春牛是台南土城正统鹿耳门圣母庙的重要民俗。因过做春牛，庙方拢委托传统工艺古抓保存者吴文正道长来做。这届因为着要甲祖先的智慧传承落去，头一届公开伫庙来做，甚至开放予民众斗阵体验古春牛的文化。内底即个手艺啊，甲咱古早先人因所传落来的智慧，甲伊一寡来啊。非常有远见的，用这样子的工作方法来让民俗用一个新的时代，内共为社会参与，让这个迎春牛可以继续的延续下去。因红色牛鞭甲春牛摔12下，万外人搭要抢牛皮，到单传承40几档。庙方讲来当抢到春牛身躯顶什么所在，拢是好结雕。每档的春牛寸笑甲色水拢无共，因拢是用天干地支落去算。明年甲新年，按说要做牛身悬4笑，长8笑。若春牛对头做甲好，爱4个月，做好了后，伫明年旧历过年第2礼拜会办野春牛活动。古春牛正福建是我今年要推出的寄望，就是大家拢爱有好的良心，好的想法，好的规划，好的规矩，咱的社会就进步，有向上的力量。道长指出，过去连续替圣母庙做23尊春牛，今年第24尊要参民众做伙鼓，互传承更较有意义。另外，每档的制定，道长拢完整甲保留落来。庙方按算未来要设春牛文化馆，甲相关资料展示互大家看。记者李上午台南采访报道。天气报你知，做伙来关心明仔载有未来3天的气象。北部地区26度至31度，中部地区26度至34度，南部地区26度至34度，东部地区25度至32度。也有外岛地区23度至32度。继续来关心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的暗新闻，我是陈雅纯。稍等下，请继续收看台湾技术铺。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